在 APEC 领袖峰会举行之前先举办2日的 APEC 商部长会议。咱国是派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丁正中，还有国发会主委景明欣代表出席。丁正中甲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进行会谈，交流21世纪台美贸易倡议。目前的进度，双方是拢真满意嘛会继续来推动。丁正中嘛向 CPTPP 的成员国代表来争取支持。APEC 商部长会议，咱台湾由行政院政务委员丁正中甲国发会主委景明欣代表来参加。毋但含坐伫边仔泰国、新加坡代表握手互动真热情，美国 APEC 资深官员莫瑞阁特别到丁正中的边仔来受招问。因为即届主办方美国由国务卿布林肯甲贸易代表戴琪来主持，咱台湾嘛有把握机会进行台美双边会谈。我是有跟这个。美方的这个国务院次卿，这个费兰德兹，有进行了双边的这个对话，他也有提到的这个避免双重课税，等等的一些情况都还算顺利。我跟戴琪都非常满意了，我们今年内真的让台湾跟美国在经贸关系上有非常重大的进展。第二阶段，我们都同意，我们应该各自回去鼓励我们的谈判人员继续持续他们的工作，那尽快的就。内容达成协议。丁正中表示，甲戴琪交流的时阵，互相拢对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目前的进度拢真满意，嘛希望会当赶紧继续来推动。另外，因为 APEC 会员国内底有真侪拢是 CPTPP 的会员国，丁正中嘛趁会议的空旁有晚宴的时阵来表达台湾入会意愿。我没有放弃任何机会来争取台湾的这个参加 CPTPP， 并不是单独不处理。哪一个国家，而是现在它的重点是在把英国的这个入会程序完成。另外，景明欣嘛表示，家己晚宴的时阵，甲美国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坐共桌，感受到美国用心的安排。佩洛西前议长有来参加就安排在我那一桌我自己觉得蛮高兴的那有跟他有一些互动，他好像非常忙，跟这个戴琪一直谈。一直到 APEC 商部长会议结束，咱台湾的代表拢真积极在和各国的代表互动，不过甲中国迄边有关是无交流。记者叶派选吴家宝美国采访报道。